14岁出来，一天当上专业啊。不过我觉得按机会吼，改变要第二故乡。刚14岁，条件唔低，讲戏就戏咩吼，唔想讲哎呦有蛮问题，条累是生意。来家是讲，虽然讲唔是条件，还是讲还带着东西纪念哈。纪念有带乜嘅呢？小学毕业证书啦，哈，小学嘅奖状啦，还有前条摆初一噶有参加县运的奖牌啦，哈。我的弟弟已经过去了，到那边青创节，家喊埋望感人过去。我阿俊今吼，初中1年级就被过去啊，他过去外人来过去，结果他过去咧，我爸爸妈妈冇会过去啊，我两仔就冇办法过去啊。亲上家初写，不过超我书唔多。一年书多2-3封，唔要讲大，大概也有写，但是唔要讲大概也书多。因都从我本人啊吼，就唔会想讲本爸爸妈妈伤心啊吼，所以就讲太阳都是要报喜。不就不报忧了。后来要我结婚嘞，我结婚叫一定要过去。结婚叫我过去的时候吼，伊忙是出国，又忙是坐过飞机，又谈英文谈唔是，迄半途电梯用个啥啊？我就写一个中文、英文写给他。我说你叫我讲嘛，是哪不用看，他们在帮忙一下。嘅新娘衫，嘅新娘礼服，哦，做成代代过去本地，嘅新鲜当跳，总说要结婚嘞，他有一个家庭啦。其实，我做行业条路也唔简单啦，吼，一路也跌倒去倒摆啦。不过，他讲巴西以后生活啦。人家配人吼，巴西在叫青岛人也开始向台湾买田屋带，就等于说讲来来去去，也会扮演，该会扮演，哦，那种就像候鸟归巢一样。